有一出韩国出爱的笔讲呢，讲即马真情，这个剧情嘛有台湾版，男主角是李昌秀，女主角是陈玲珍，两人经过3年的波折，伫南韩举行婚礼。这个婚礼，佫有南韩佛教界的人做斗相共甲祈福。当年花师嘛独家派记者去韩国首尔采访，做来看当时两人结婚典礼，花师独家记录。当年陈玲珍甲李昌秀伫1989年南斯拉夫世界柔道锦标赛熟识。陈玲珍讲，伊伫真侪项国际体育活动顶面见到这个李昌秀，对伊柔道技术印象真深。两人经过交往了后，伊发现讲李昌秀真体贴，所以讲对伊是情有独钟。两人伫1992年伫韩国首尔举行盛大结婚典礼。伫当年花师哥独家有派记者到现场去采访。昨天的婚礼由南韩佛教界赞助，由岳云法师主持证婚。南韩佛教团体和体育界人士分别赠送礼物，祝福这对新人。李昌秀目前在南韩的国民大学体育教育系攻读，他希望有机会能够到台湾陪太太回娘家。即马30年已经过去啊，陈玲珍回想当年，有人感觉真幸福。但是你要去嫁给他，有没有多少亲友去劝阻你不要做傻事？当时人家怎么劝你，你又怎么样不顾大家的劝阻的？当然很多啊，尤其是爸爸妈妈更是反对啊。只有我是认识的才来南韩的，说他一定要跟我在一块，他要我一定要跟他在一块。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，都不好意思拒绝。我觉得我也是昏了。这场跨世纪嘛，差不多跨过整个地球的异国的情缘，即马嘛变成真情的电视剧剧情，互人见证到历史，嘛感受到幸福的爱情。